主后2023年2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实现梦想前的操练。圣经咱做来听读创世纪37章第1节到11节。雅各徛起伫伊的老爸寄居的迦南地，下面是雅各的家庭的记事。约瑟17岁的时，甲伊的兄哥做伙去雇羊。伊是一个少年人，常常甲伊老爸的细姨毗拉甲色帕的囝斗骹手。约瑟会将兄哥的歹品行甲因老爸报告。伫所有的囝中间，雅各上疼约瑟，因为约瑟是伊年老的时生的。伊甲约瑟做一领长手软的外袍。约瑟的兄哥看到因老爸较疼约瑟，就怨妒伊，无要甲伊好好讲话。约瑟梦见一个梦，甲伊遐兄哥讲，因就搁较怨妒伊。约瑟甲因讲，请恁听我讲，我梦到甚物。咱伫园里下未困，忽然我下会未困，起来徛地，恁下下为地拜我会未困。伊的兄哥因伊讲，你敢真正要做阮的王，真正要管阮？因就因为伊的梦甲伊的话，搁较怨妒伊。后来约瑟搁梦到一个梦，搁甲伊的兄哥讲：恁看，我搁梦到一个梦，日头、月亮甲十一粒星，拢伫甲我拜。约瑟将即个梦甲伊的老爸甲兄哥讲，伊的老爸就甲伊责备讲：你乌白梦，敢讲我甲恁老母、恁兄弟仔拢要拍败你？伊兄哥拢怨妒伊，伊老爸将即个事记伫心内。以上实现梦想前的操练。梦想就亲像是驱动定式，会当驱动人的意志力和生命的韧性，激励人努力向前，行往美好的未来。拄到教会的少年人，我惯死会问：你的梦想是甚物？你的未来要往倒一个方向发展咧？总是真少人会随时回应，感觉还踮伫十字路口伫徘徊的少年人比较侪。1913年2月13日。13岁的达赖喇嘛发布吐蕃独立宣言，表明吐蕃无属伫中国。不过，中共对吐蕃的打压一直未捌停止。为着安尼袂少吐蕃的出家人用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的压迫，为了追求自由的梦想。牺牲家己的性命，这是偌尔伟大的梦想啊！到今吐蕃的人还继续伫追求自由民主的梦想，安尼的梦想驱动吐蕃的少年人不断努力向前。我也一直心存梦想，准备心慢慢行上每一段人生的旅程。我相信，上主透过一个特别的计划，带领愿意相信伊的人，就亲像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到约瑟的梦想，带领伊行往无共款的人生。创世纪36章记载，以扫的后代含因的徛基地。照理伫37章应该接续记录
雅各的后半世人和后代。所以圣经只有甲咱讲，雅各选择伊老爸住过的迦南地，了后的经文就无特别写伊本人的故事。主角反倒转是雅各的第11个囝约瑟。相信圣经安尼的编排有伊重要的意义。约瑟是一个爱做梦的人，每一次做梦了后，就真兴奋，甲伊的老爸和兄哥分享。总是约瑟的天真作为，伫因兄哥的目睭中，真做是一种臭屁甲自夸。连老爸都认为迄是胡白乱想、胡白梦、乱讲的，就责备约瑟。有时阵，咱也亲像约瑟的兄哥共款，无法度认同别人的梦想，甚至感觉迄是伫吹破家己，也是凊彩乱讲的。约瑟伫少年的时有做2个重要的眠梦，总是伊的梦并毋是一帆风顺地实现，反倒伫实现梦想以前，伊经历着伫旷野艰苦的日子。经文中讲到，伊是一个少年人，常常甲伊老爸的细姨撇仔甲失拍的囝斗相共。约瑟会将兄哥的歹品行甲因老爸报告。约瑟伫旷野受到的挑战是，敢要对因兄哥做歹代志，总是伊并无对因做歹代志，反倒向老爸报告。约瑟伫厝里只是一个上细汉的小弟，虽然受到老爸挺身，伊犹原愿意接受老爸安排去旷野饲羊。其实，对满腹梦想的伊来讲，这就是一种生命的考验。人若无经历生命的历练，就无法度谈到实践梦想的好味。每一位基督徒拢是受上主呼召来成就上帝国的梦想。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上主的命定，总是个人犹原着努力追求上主的心意。我确信，一个会晓得敬畏上主的人，伊的梦想一定是对上主来的。就亲像过去真侪宣教师为了回应上主的呼召，奉献性命，互上主找用，甲上主同工，成就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，实现宣教的梦想。日想，我对人生怀抱甚物款的梦想？要安怎实现这款的梦想呢？我对人生怀抱甚物款的梦想？要安怎实现这款的梦想呢？咱来祈祷，全能的上主，我愿意将一生的道路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照你的心意造就我，互我成做祝福众人的器皿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